盐水溪呢，整个是属于中央管河川。那盐水溪在第6河川局目前整治的概况呢，下游到目前大概整个到八甲桥以下呢，目前大概都已经有完成初步的一些整治，就是说防洪高度都已经达到了。那接续呢，我们在今年呢也去筹编的经费呢，将会做妈喵桥的右岸呢到七甲桥这一段的一些环境改善，还有整个堤防，让它整个堤防设施较完善。那七甲桥到八甲桥这一段的堤防呢，我们也会在筹措经费，将相关的水防道路的连通也好，或设施让它做完善。桥造起来对两方面的居民都很好，尤其上班族的，他们的走归人要到我们这边上班，到新市都是走这条比较近，至少没有红绿灯，还有路也很宽大啊，还有这边的农民呢，因为几乎这边的农民都是归人的农民，所以他们在要耕种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啊。伊这个地段是属于关庙下湖段，所以属于下湖里。我讲无咱去做一个以后一个演歌，比如咱下湖里七甲里的一个名称会当留落来所以呢各取一个前面一个字的谐音就福气。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盐水溪是台南市境内中央管理的河川之一，经济部水利署第6河川局逐年办理治理工程，来改善沿岸淹水情形。其中七甲桥因梁底高度不足，容易形成水患，所以桥梁改建及堤防改善工程相当紧急而且重要。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主办七甲桥改建工程，历经1年的施工期，在今年4月完工通车，改名为湖七桥。改建后提升防洪功能，也让关庙及归仁区民众进出更加便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水利局长怎么说吧。那这个桥梁的改建呢，最主要是我们获得水利署的一个经费的补助，大概5600万，那总经费是7105万。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市府也有筹了1000多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经费。那这个桥梁呢，最主要过去是一个它那个梁底高层过低，有影响通洪。那所以说呢，我们跟中央争取经费来办理这样改建。那这改建完成之后呢，原本的桥宽大概是只有6.5公尺，那在这次也拓宽到8.5公尺。那这个桥梁改建完成之后，对于归仁的七甲跟那个关庙的下湖里这个两区的民众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大事。桥梁改善完成之后，包含我们周遭的一个防汛道路，也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衔接。这个交通的改善对地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郭家，欢迎收看7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市政总质询。根据教育局的统计，台南市需要改善符合法规的人口数大约21000个。不过，这回由于疫情延误了改善的进度，所以议员李伟智上午伫总质询代替台南市132万的机车族向市府请命，要求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南科特定区包括新化、新市、安定3个行政区，有 A、B、C、D、E、N、O 等各区的开发案。都有会在审查当中，预计明年报车内政部完成都市计划申请，预估成为18万人口的新市镇来带动发展。不过，议员李伟智烦恼的是，规划过程互安定区上百位所人甲所处能力的地主被迫迁村。议员积极替因来请命。对此，都发局长表示，已经将该案送都委会讨论，未来做整体考量甲细部检讨。西北侧，那新市区大营，当然它也是围绕着 A、B、C、D、E、N、O 嘛，那个下面这边是 L、M 的下缘的地方啦，你现在从苏林苏措，你叫它整个里就不见了，然后搬到大营。我的想法是说，你的安定里那边有个岭记，它没有纳入到那个规划的范围内嘛，那边还是住宅区嘛，
那你所有的区块，当然除了包含既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滞洪池设备，非得留下来不可，其他你的区域应该留一个比较小分割的一个区块，让他们在地的居民还可以留住在安定啊，不要说越是故乡远啦，不要说这个口号啦，他们在地是有在地的感情，因为那边都是农民嘛，你们现在征用进来几乎都是农地啦，所以他们三地人拢住伫遐，你要叫人家规个村拢甲迁走，迄是袂通啦。另外，对109年1月开始新设立林康国的风骨程度要超过50 ppm 的标准，不过因为疫情，各公线单位无法度降低抽查改善，造成机车经过容易发生意外，特别若落雨更加危险。所以，我嘛要求教育局一定要量查抽验改善，提升合格比例。要求维护这一些设备它的安全性跟符合标准的程度啦。那谁来保障其次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路面的安全的权责单位了哈。那这个部分我就针对这5项哈，早在上一次会期我已经提出来了。那我想王副你应该也知道说，同事有做了一些功课啦，是不是？你可以告诉我们目前你们的抽样数跟合格率到底各是多少？谢谢一座关心这个议题哈。对。那换花盖。那个目前人孔盖哈，在8米以上人孔盖，台湾是目前总共有21000个人孔盖，8米以上8米以上的是21000个。那这些人孔盖呢，我们要逐步改善，把它符合到50 ppm。那50 ppm 呢，那我们有去做抽样，那去从109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开始推动之后呢，我们就要换，那要换就给他时间，所以从今年开始去抽样，的结果呢，我们去抽6个，去做抽样6个合格率呢，大概是只有一半以上，只有一半合格而已，只有一半合格而已。所以变成是说不合格部分呢，全部已经改善完毕了。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没有继续再抽，因为抽的时候我们会有会同震控人员，还有管线单位，还有我们的人员去抽，所以我们没有继续抽，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继续抽的理由是这样子，所以但后续我们会加强继续再抽验。如果疫情缓了之后，我们继续再加强抽验。不管国营也是民营机构，只要使用大路，一定要符合安全标准，嘛是上界基本对用路人的安全保障。但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面对疫情，大家知影无正式的消息，唔通乌白传，唔过展开防疫咨询咧。台南有部分的议员，起来是参选人，在选举市长宣布进前提早公布，引发议员因爱打理伫议事厅公开提醒市长注意，避免沦为政治选举的操作。面对3级警戒以后，每一天下晡3点，市长拢会带领相关局处长进行防疫咨询甲宣导。议员因爱打理伫总质询，除了具体检讨这段期间公费疫苗预约平台登录的设计问题，反映民众讲纾困专线欠缺台语的说明听无，以及防疫咨询的广告无第一时间公开予市民，等到是部分民进党籍议员甲参选人率先公布，所以提醒市长避免予防疫咨询沦为政治甲选举的操作。就是有部分的议员同仁会同时也跳这个直播通知出来，我最先还以为是市政府有跟议会讲，请议会的议员们配合一起去推播这个市长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个内容，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也没有收到这个通知，所以我在想，市长一直强调是说，在防疫期间不正确的资讯谣言，不要拿来当成政治操作的工具。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正确的防疫资讯不要拿来当选举操作的工具，深有同感，是不是？所以从市府开始做起吧。如果我们每天下午3点这个记者会需要更高处局域来讲话，其实可以跟议会讲，我们让有意愿也一起来帮忙协助推播的这个议员们也一起来分享这个资讯，市长可以吗？事实上我们是开放的，我也愿意听那个尹爱议员您所说的。这个部分能够跟更多议员能够不管蓝绿不分党派的。为了争取参选舞台，政治人物伫市长疫情记者会公开直播进前，就抢一步向伊的选民公布相关资讯，引发各党派人士认为明显不公。看来除了此案资讯唔通乌白转传以外，
正确执行发布时机嘛引起关心。台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当大家拢将焦点放伫 COVID-19 疫情，却无注意到日本脑炎伫6月甲7月拢是流行的高峰期。特别今年台南已经出现2个确定病例，所以议员张世贤上午伫总质询嘛要求市府加强跳舞场的环境消毒，并呼吁民众注意防网，甲婴幼儿爱注预防射。议员张世贤表示，台南市今年已经出现第2个日本脑炎的确诊病例。怀疑是因为地下甲水田是存在病媒网高风险感染的环境，不过伊却质疑伫白河东山的跳舞场消毒拢是做表面，反倒感染扩大。恁住伫遮唔知呢？阮住伫遐吼，食饭时间到，不管是咧臭狗狗，啊，你网过遐济，咱农业局、卫生局，哦，也是环保局吼，爱赶紧吼。含这业主周边啊消毒好势，较接消毒的，因为传染的这个脑炎哦，就是拢对啊饲猪的网啊遐出来较济。啊，若要除药啊吼，唔通做表面的啦，动力的吼，狗仔芳吼拄又甲除好去啦，唔是到顶悬啊，现在除的尔。所以这部分呢。包括伊居家附近的这个水沟内底，我有消毒。啊，明仔载会再消毒一遍，就是针对这个地点。因为注疫苗是有效预防日本脑炎的方法，所以卫生局嘛公开提醒年满15个月以上的幼儿爱赶紧去注预防射。议员进一步讲，除了日本脑炎的疫苗，现在逐天 COVID-19 相关的消息更是抢占媒体版面。伊强调，现阶段大家爱的是疫苗，所以呼吁市长编列第2牛皮筋来买互到。今日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随着疫情稳定控制，但市嘛网络拢无病例，所以注疫苗的成为防疫首要工作。为了让民众甲医护人员伫注射站有舒适的空间，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薇、刘维印每下省市民众过准节，关键20台移动式的冷气机等防疫物资要来消停。立法委员林俊宪指出，疫情持续控制，无代表会当放松。更要把握时间提悬疫苗接种率。市府公设疫苗接种站，除了伫卫生所、博物馆、美术馆，现在拢成为疫苗接种的空间。为了让第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民众有更加舒适的接种环境，立法委员林俊宪甲台南市议员蔡小薇、吕维印，每下省省民众郭俊杰，关进20台移动式冷气，甲2200个 N95 喙安，力挺防疫第一线。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哦，台南人非常的温暖。那我们跟卫生局、消防局，还有一些医院诊所哦，就询问说，那这段防疫期间呢，大家还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物资帮忙？那结果呢？卫生局说他们因为经常需要外出施打疫苗或者是出外去巡访看诊等等，所以我也就捐了移动式的冷气机，让以后在外面的施打站或者是快筛站、检查站能够让民众就感觉到比较清凉一点。那也非常贴心的，当然有人送 N95 的口罩啦，那今天还有人送护手霜。非常感谢让林俊宪立委还有我们那个蔡小薇议员，还有李维英议员的协助然后那个郭俊杰先生他就是他的善举，捐赠移动式的冷气机20台，然后给我们卫生所在这个做防疫，在疫苗施打的时候可以使用，那给我们市民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来施打疫苗。
那另外也在这边呼吁我们市民朋友哈，大家哈共同合作来做防疫哈，那让我们台南市变成一个更健康、安全的一个城市。除了移动式冷气甲N 95喙烟，镇宁慈善公益协会理事长李少宝也代表协会捐出570条护手霜，关心新老病院第一线医护人员。镇宁慈善协会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捐赠，达到抛增应有效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伫北区的全台首页关心方面，为了让居家检疫、加居家隔离的民众会当安心度过14天，特别捐赠200个防疫包予北区公所。上午由区长亲自到场接收，并感谢民方协助政府共同防疫。台南市北区宽心方庙伫县令黄主委的带领之下，平常时着热心公益，捐赠爱心物资，加惠弱势民众。这次有鉴于新冠疫情，防疫物资更是做好防疫的必需物品，特别捐出200个防疫包予区公所，予公所会当妥善运用。22日上午伫庙前举办捐赠仪式。这届 COVID-19 真严重，阮庙本庙呢，全台首的关心方庙，这个管理委员会响应送予咱这个区公所，予区长呢看到咱的迄个各里做一个防疫，希望会当早一日呢，这个疫情会当早一日来驱散。这个防疫包内面呢，有迄个口罩、酒精干洗手还有那个手巾、湿手巾做一个防疫安尼。真感谢吼，伫咱主委带领咱关心无遮所有干部吼，对咱民间吼弱势的迄个民众吼，拢非常的帮助。普通时吼，就关注真侪物资，伫互公所来发放咱遮弱势的民众。今仔日佫特别感谢伊吼，伊看咱这边的新冠疫情遮尔迄个烧吼，遮尔热所以特别咱准备着咱200份的防疫包要来捐予公所。那公所特别伫遮嘛，感谢着咱主委还有咱关心方庙所有技术人员的爱心阮会将这份转送来予咱的里长，予咱里长做一个充分的运用，予咱的疫情会当早日得到控制。区公所嘛提醒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民众，一定要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伫14天期限内，千万唔通擅自离开，违反者将进行裁罚。另外嘛，呼吁市民朋友，若是因为新冠疫情感觉到焦虑、恐慌、失眠，定定做恶梦顶症状，嘛会当拨卡卫生福利部24点钟免费安心专线1905寻求帮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赞培亚爱心义工协会所发起的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开办到今已经第9天，特别今年受疫情的冲击，敢若东区需要帮助的各中小学生都有270位，加上餐饮业嘛无好过，所以当继续这款的爱心行动相当难能可贵。在电话爱心店家所准备的便当甲饮料已经送到位。赞培亚爱心义工已经无闲甲种出种力。根据了解，为了帮助寒暑假期间弱势学童袂因为无营养午餐而巴肚，所以议员持续开办已经迈入第9天。今年受疫情的冲击，需要帮助囡仔比过去较济。今仔日预计发送250份，场面相当温馨。很好哦，然后都有水果，然后餐也很好。对，谢谢曾培雅，谢谢。很好。真正是个帮助嘛。议员赞培亚强调，今年有20间爱心餐厅轮流加入供餐的行列，参照今日第11天，议员每下店市个介绍的日本料理店，加上歹订着的面包店，连手推出无同款的中昼顿，其中汉堡包有芝麻肉，阁有龙虾，让囡仔食得澎湃个满足。他今天也让孩子吃不一样的餐哈，就是很有特色，就是有龙虾天妇罗，还有炒虾天妇罗，你看多丰富啊！他们为了就是要让孩子吃得开心，那让孩子温个饱。我想大家的有心，大家有目共睹之下呢，我在这里借的今天也谢谢你们2位哈，还有这一次参加的20几家的爱心商店。
那我希望今年的疫情大家赶快过，平安健康。那在这里，孩子们，阿美阿姨准备的餐，大家吃得开心。重点还是希望你们保有健康，还有一点要用功读书。议员跟来找我们餐厅跟我们配合，我就是媒合我们餐饮界的同仁来一起来做爱心，让中餐助同哦，让这些小朋友吃的暖哦又开心呐。最主要是那个面包的主体方面非常好吃，但是因为我们小城市它是那个台南在地面包做的非常厉害的一间烘焙坊，那他今天他也是赞助我们做这件爱心赞举的事情，然后赞助250个。他这个平常你们要买真的是买不到，它这是非常难订的面包。今年受疫情影响，台南市东区12间国中小需要帮助的有270位，加上产业嘛同款无好过，所以对7月5号到8月31号当中，一方面提供弱势学生爱心便当，嘛互商店有生意，共同渡过难关。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